新團委吸到到5倍城市頻道，現在是高夢川報告新聞。我國落嚟5年將農研究創新甲強1個月投入370億元，佔了國內生產總值嘅大約7%。也比頂一輪挖礦基礎了90億元。也是研究創新甲強1理事會主席嘅國務資政李祥林表示，國立研究基金會將繼續投入資源，支持製造業項目聯通，為了保健甲強能開發。城市會防患而可持續發展，以及智慧國而消費經濟之世界重點點覆蓋研究創新工作，並繼續到學術研究甲人才培養方面加大投資嘅力度。政府成立長江農事家庭保障工作小組，探討到就業、社區生活甲負擔能力3大方面，做認為更好嘅支持長江農事甲以內嘅家庭。總理吳順才到新協力綜合設施擴建大樓嘅開幕禮上宣布這項消息。其他工作小組將探討做認為到迅速變化嘅就業環境之下，更好嘅支持長江農事，包括通過提升技能、提升合適技能，甲擴大就業嘅機會。地鐵東西線丹那美拉站新增加嘅單向月梯將從下個星期日開始啟用。到時來回82站甲樟宜機場站嘅乘客，需要落到轉換站再轉往新月梯繼續以內嘅行程。從丹那美拉站轉往82站嘅方向嘅乘客，你需要到新嘅下個月梯上車。樟宜機場站甲大師兩路站之間嘅西向列車嘅乘客不受影響。我國甲馬來西亞同意將跨境的士嘅銷量一步一步嘅增加到500輛，並准許的士到我國境內任何地點幫乘客落車。到初步階段，新北將甲增加100輛跨境嘅的士，以滿足大團甲商務旅客嘅需求。農民協會機長主席將到7個地點舉辦鄰里跨年慶祝活動，幫居民到來附近甲親友做一個迎接新年。這7個地點是蒙內、吉豐、馬斯林、義順、邦哥、丹貝尼甲烏蘭。2025亞太國際食品店即日起到8號，到新加坡柏蘭中心對視聆聽舉行。這一項由新加坡食品廠商聯合會主辦嘅區域性食品盛會，今年設有超過150個點位，會主來自中國、北海道、香港、澳門、馬來西亞及台灣等地嘅特色美食、創新產品及飲食文化。新聞報告完了。